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了这平安咱礼拜时间已经到咱来唱会情诗363首。耶和华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早起时，我要对你拜礼，我的祈祷，望你应我。我要入你的圣殿，少念你极大的仁慈，我心偏偏，我要伫你的圣殿敬拜你，我要对你的圣殿敬拜你。搁一届提醒咱大家关手机咱安静来做礼拜，福音静声。
我要时时学到耶和华，学到伊的话要常常伫我的喙。我的心神要因为耶和华来夸口。谦卑的人听见也要欢喜。恁甲我着学到耶和华最大，三甲尊伊的名最悬。做来吟圣诗，新圣诗第303首。主，我要学到你，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咱立完徛地，咱用主祷文来告别咱的信仰。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人像亲像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无得带阮入死，又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咱做伙来启用新圣诗后面启用第8。启用第8，诗篇23篇，我来启，请兄弟来引。启用第8，上主是我的牧者，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埔，伊予我心的快乐。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同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你的恩典慈爱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咱做伙额头来祈祷，
阮的天父爸，阮学了你，你是创造的主，你创造天甲天顶的万象，地甲地上的万物，海甲海中所有的一切，这拢是你所创造、所管理的。你的主爱伫天里，你的信实到伫穹苍。阮学了天父，你差遣圣囝降世，就是耶稣，伊替阮死，担搁活上天。阮学了救主，赏赐阮保惠师，伊是真理的圣神，要感化阮的心。阮学了圣神，赞阮靠主亲信，向前跑走无回头，到伫天顶关斗。感谢主，伫圣的主日，互阮众兄弟搁一届三甲聚集伫你的殿院，敬拜你，学了你。阮知你是慈爱的，你的恩典满满。你无留一项好物无赏赐互阮，你嘛是阮的好牧者，你的看顾，你的帮赞，你的保护，你的拯救，永远甲阮伫地。感谢你，愿一切荣耀拢归伫你。安尼学了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献诗圣歌队因要吟的诗是“伫主内面有喜乐”。来
咱做伙来看两位的圣经。第一位是伫诗篇71篇15节到24节。咱先来看第一位的圣经，诗篇71篇15节，631页，汉字本伫631页。71篇15节。你的公义甲你的拯救算袂了，我的喙通日要讲起，我要来讲主耶和华大权能的事。我单单要讲起你的义，上帝啊，对我少年的时，你有教示我，到现今我捌保养你奇妙的所做。上帝啊，我到年老跑门爬的时，求你毋通放杀我，听候我将你的溃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权能指示一切将来的人。上帝啊，你的义真悬。上帝啊，你捌惊大的事，治罪会亲像你。你是互阮历过最最大患难的，你要互阮搁再活，也要救阮对地的深渊起来。求你互我那权大，搁倒转安慰我。我的上帝啊，我要单识学了你，学了你的真实。以色列的圣者，我要弹琴学了你。我唱歌学了你的时，我的嘴唇以及你所救赎我的灵魂，要欢喜出声。搁我的规日要讲论你的义，因为遐个计谋害我的人已经见效受凌辱。第二位圣经记载伫腓立比人书。腓立比人书第4章12节到13节，新约228页，汉字本伫228面。腓立比人书第4章12节。我知影踮伫卑贱，也知影踮伫富足，或是饱，或是枵，或是富足，或是亏欠，凡事我拢老练。踮伫想使我溃力的，我事事拢会。现在，现在，现在。讲到今仔日黎明龙牧师要讲的题目是，我要讲起上帝的大权能。主来所少年的独行教会正中集，愿你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会当脚踏入伫独行教会，实在是已经也一段真长的时间啦。我咧讲长的时间，就是顶摆是2017 1月7日，伫咱个教会伫遮我讲道，
当已经一望已久，嘛经过6、7年啊，6、7年，所以这段时间有可能大家无机会见面，总是有人甲我讲是脸书啦，还是 YouTube 啦，Google 会看到我，真感谢恁，也阁有笑脸着我。但既然6、7年无看见我这个退休的牧师，毋知有较老无？无哦，多谢恁的白菜。感谢主，要今仔日咱喘气叮当，行路还阁免钱，爱感谢主、学了主。你也深深去想。我老爸为了喘气，汽车伫病院7年久，爱开200多万。所以今仔咱人伫上帝面前做伙敬拜，来吟诗学乐，这是一个真正上帝恩典。咱大声来祈祷，天父，阮献上感谢，阮是你所竞选的百姓，阮是有福气的。阮人伫这个7日的头1日。伫耶和华你所定定的日子，我用欢喜感谢的心进入伫你的圣殿。我感谢俄罗你对过去到今仔日建设你的圣会，将福音真理来做调节，起造伫这个土地顶面。虽然一切拢在改变，但是上帝你的慈爱永远无改变。因带罗伯早起会人。到伫道兴教会，正兄弟姊妹做伙敬拜服侍，要共同来领受你的话，愿主赐福阮这个时间，伫你的面前分别做圣，当心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真欢喜会当做伙敬拜上帝。其实这段时间，我是2008 10月26。退休的，对长老教会退休。安尼来讲，前后已经退休15年啊。来讲哇，退休遐尼久啊！你的年岁吼，大家用摇的嘛知影，吼。所以感谢上帝，这个人生有过去、现在、甲将来，安尼头前的目标咧迈进。上帝。互我会通对长老教会牧会40年，这个40年来讲是一个真长的时间。对28岁到67岁，40年前后的时间，伫长老教会忠心尽职来服侍。第3间的教会，庄脚穷乡僻壤地，鸟不生蛋的地方。让它变成生蛋了。22年久，将上年轻的性命甲我的牧师娘，咱像马街咧。我专心所听惜的台湾高昂，我的青春拢总献予你。我专心所听惜的台湾高昂。我一生的欢喜，艰苦嘛拢伫遮。哦，你像个马街所写迄个最后的自己时哦，搁若想着讲，我22年久，将年轻的性命拢奉献予咧台湾高，就是万丰。迄个古早的名叫做台湾高，即摆已经变做万丰。心内有真侪感触，两姊妹。虽然我一生牧会伫庄脚22年久，后来到台中中心教会，又是个无可刮牛的教会。无可刮牛是讲租厝的一间20平的土地的厝，一间老厝，伫遐搁发展上帝的教会。后来到东山教会，又是921地震。无可刮牛教会，但是伫咧拍拼中间，佮教会建立起造起来复兴起来。
最后2008世界金融海啸上严重的时，我就真停退休。要退休的最后一任，会使讲40年幕会最后一任，哦！我的讲台卡大的所在怎么塌陷下去，讲台桌怎么倾斜下去？你兄姊妹，迄个是我徛伫台顶，拜六暗，最后一暗发生这个代志的时候，我真戆脚。我想上帝啊，毋知什么款的意思。你的旨意甲你的意思是啥物？迄个暗赶紧叫张乐去叫师傅来甲扶起来，修理好势了。最后就是最后一日，迄个早起甲正向你姊妹做，我伫遐讲，我是有头有尾的牧会，40年如一日。迄个报伫东山高级中学体育馆内面，1000个人参加我退休感恩礼拜，1000个人呢。我想咱在座中间，咱的教会嘛有几位去参加，会去回忆到迄个景象。我是派12架对后面，伫遐行到头前，将12架下落去。迄个是我的心情，伫遐讲上帝啊，这条不是一条义路，我竟要放下落去。总是我有家己新的12架，我要承担，我要继续行这个12架的道路。伫个地方有这个节目，真互人感动，流目屎，甚至将我的牧师袍脱起来，传承给我的查某囝囝婿。这一切到最后，我伫遐唱，我要一生服侍主，我要一生服侍主。伫遐唱讲，伫每一日困求主三当行，我要军队脚步来行天路。主会看我手，怜悯我软弱，高举稳定伊相思。哦，唱了的时候，迄个时整个会场突然掌声响起，安可。哦，伫个大礼堂的内面，你看迄个声，迄是何等的大。然后后来，我搁思会者讲，牧师，你毋过来搁唱一个。我怎啊搁后来搁唱一个，最后你真伟大，讲上帝啊，你真伟大，How great thou art！唱了结束，当然搁落去了有翕迄个团体，大家讲小转，安怎对后壁翕来几分钟解决团体照片，等下有机会互你看。后来搁一个音乐会，有5间原住民伫遐唱歌跳舞，要赞美操队，有街舞，整个了，搁伫外面麻费，你看姊妹，哇！迄场经了一个上水的所在、上大的所在、上方便的所在，搁是一个新的重要区，要停车、要送站，非常方便。这我一向上大的欢喜。但是退休了时，对长老教会来讲，要开始过3等公民生活。什么叫做3等公民呢？等吃、等睡、等死啊！这是长老教会的现象。退休牧者。他已经变成边缘人物了，开始过一个新的生活，已经离开你原有的牧会的教会，你要离开所有这的过去，甲你做为兄弟姊妹，我拢行新的路了，要开创自己的新的天地。弟兄姊妹，总是感谢上帝，我退休了无孤单，我退休了无停止。像到4篇92篇14节，年老的时面色青翠，渐满满结果子无煞。啊，这就是上帝好我。所以真正15年的退休，我已经差不多去到300间教会，差不多500场的讲道了。也分享见证，吟诗学了主，感谢主，甚至真侪网络红人，因为我伫迄个山西卖场。伫遐唱一个歌，
叫做 Eurythmia 啊。人一般去修理音响，就修理好啊，了就刷转来。我伫遐无要停止我的工作，我甲迄个客人咧，里面讲，会使唱歌袂？伊讲会使啊，因为都无人客啊。2015年的12月初3，无人客，我唱一个。哦，我从那音响放落去呢。各位亲爱的兄姐，咱的人生拄着真侪苦难，特别是这个疫情，特别是这个乌俄战争了真侪苦难。有时咱的心灵会沮丧，有时咱有真侪烦恼，有时咱有真侪苦难，这些拢咧牵绊咱。总是唔通袂记，有一个人来要坐伫咱的边仔。要甲咱讲话，迄个人就咱的主耶稣基督，要互咱快乐力量去超越你家己。When I am wrong, I know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 comes and my heart be, then I am free and waiting in a silence until you come. I should abid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 I am strong when I'm among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我跟他唱安尼来呀。当我开始唱的时，唱两三句，迄个年轻人，我甲问迄个年轻人，你管摕手机来甲我翕。我唱到他拄的所在，我就讲少年人，再见再见，我要回来去呀。但是年轻人你要多唱歌，你唱歌的时候脑部有一种 endorphin 脑内会飙出来，让你健康。老伯别这么认真啊！美国林肯说：“人生如一篇文章，不在长短，乃在内容。”讲三句话，唱迄个歌，我就讲拜拜，我回去啊，回去弯刀，关也搁压咧啊，去关也。回去弯刀，伊人11点完了去休困，今早起电视台已经播出来了。今早起7点。电视台已经出现了，因为有人叫电话给我也搁咧困。透早，哦，咱做牧师的人上惊迄个透早到半暝啊电话，可能有人过生日，啊无就破病。什么咱7点9点就叫电话来，那是我一个小弟对南部，伊讲，我还搁倒咧，我牧师娘你去听电话，牧师娘哦，阿叔哦，阿哥还上电视台啊。年轻人看到一个老伯伯伫遐唱歌，哦，安人电视台抓到一个爆红啊，赶去做找我的资料，开始做一个影片出来啊！你敢知影年轻人？哎呀，这我要讲什么？这现代社会这个媒体的时代，真正是无简单。你无想到，人拢想到。你唱一个歌，人感动了。他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会感动，会给你上网，让众人分享。
所以后来我不然所有电视台拢来，迄个在所有电视台都拢个采访啊，啊落去的电视台，各电视台都拢出来。第三天已经到国外到澳洲嘛叫电话来讲，哎呀，我咧看电视的时，会看到你咧唱歌。我一个小弟啊，伫澳洲雪梨呢，看见哦，迄边啦吼，看到安尼，啊，美国迄边嘛看到安尼，大家拢咧传啦。兄姊妹，哎呀，一个退休的老牧师来讲是要过3等公民生活，但是咧，上帝却用我，互我成做一个网络红人。所以兄姊妹，实在是要感谢上帝。所以我哪唱哪有快乐。所以我每礼拜爱炸我的牧师娘，这叫做小二，因为减我2岁，小二。啊，我嘛爱炸小三，真啊，小三伫遮。所以我的伴奏，这内面有4卡伴奏的，他全搭倒来，啊嘛会通用蓝牙，甲斗落就唱出来安尼。哦，你知影迄偌欢喜！我去澳洲雪梨吼，哇！伫个歌剧院的头前哦，伫遐唱哇，哦，有呀，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哦，啊唱Can't Help But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猫王经典歌，哇，唱主的基督文，唱 The Lord's Prayer， 哦，拢录影起来呢。哦，阮查囝我录影，偌欢喜啊！我一世人会通澳洲雪梨歌剧院迄个所在唱歌录影，哦，这可能无简单。有一个牧师我讲，啊，你敢无去内面唱歌到歌剧院？我甲讲歌剧院伤细啦，也有墙啊壁有啥挡掉了。我去外口，哦，喺广场的所在，伫遐唱落去安尼，哇，众人拢有听的啊，天顶地拢听的，那像法国的文学家叫做雨果，伊讲啊。世界上想宽广的就是海洋，但是有一个比海洋更宽广的是什么？天空啊，有一个比天空更宽广的是什么？你的心灵，有没有？咱的心灵可以宽广，比海洋更加宽，比天空更加宽。天顶地咱们学了主，感谢主，弟兄姊妹。咱是一个福气的人，你敢知影？你是一个上帝所竞选百姓。当咱读诗篇71篇的时，我那读到到着那流目屎了嘛。这就是老人的诗篇。大笔又对少年、对囡仔伫遐写，讲伊出世，而且安尼讲啊少年，啊讲啊年老的时头毛白。哦，安尼怎讲？头毛喙鬚白。当我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我老了，走不动了，电视机面前打盹。回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万丈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加以我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哇，弟兄姊妹啊，这么个老人，像这老人，徛咧无忘记，坐咧就嗨，倒咧困袂去，见讲过去，现讲还袂记哩。哇，见讲过去有影无？有影。大笔嘛咧讲过去啊，大笔即摆写诗篇就是老啊啦，啊嘛咧讲过去的代志，这一切。要讲什么啊？哦。讲的，恁来去读，家己读。哦，人生的愿望，食到老啊，伊70岁啊，30岁出来做王，到70岁，安尼离开世间40年久，40年久，大笔做王40年久，到最后伊讲，哎呀，你的公义以及你的拯救算袂了，我的嘴通知拢要讲起。我要来讲起主要我大官人的事，我大要讲起你的义啊，上帝啊！我对少年的时，你有假使我到现今，我捌保养你期望所做，上帝啊！我到年老头毛白的时，求你唔通放杀我，但愿我将你的快乐指示下一代，将你的大官人指示一切将来的人。伊嘛有一个愿望，
伊嘛有一个使命，我就是要将过去上帝怎样我对少年，伫咧山野、旷野咧饲养的时，拍倒好、拍倒西、拍倒盐啥，这一切。啊，拍倒科利亚，这个故事无论欢喜、艰苦、失败的代志，伫个心内，拢总来讲的传呐。咱的上帝是一个大权型的上帝，是一个听的上帝。伊无因为我的软弱来甲我放弃，反正伊要保守照顾我，所以圣经内面讲，代表是一个合上帝心意的人啦。世间无一个完全的人。你唔通讲上帝啊，我是一个完全人，完全人，所以上帝听我，连上帝嘛听小你也无完全。那保罗讲我是罪人中第一歹的啦。保罗嘛是家己承认家己的软弱，总是到最后变做圣保罗，传福音，为福音真理。写这的一人生的经历，伊所拄着一切，伊的思想、伊的信仰甲上帝，就是咱爱好好珍惜、抓牢这个信仰，甲耶稣基督永远连接做伙。特别这19章哦，你讲要来见证经历伊的苦难，上帝经历上帝伫个身上的心意啊！donc上帝啊，你的义真悬，上帝啊，你的捌行大的事，自追为亲像你。你是互我经历了最大患难，你是要互阮搁我也要救阮对地深免起来，求你甲我互我哪关大搁倒转来安慰我，对你，我慢慢经历着我第28岁新来毕业进前要牧会进前，去带牧师娘，我在新娘车对山顶边山砍落去，敢若迄台车若停。伫迄个2点外钟的山路，兵力山甲咱要去，要喊会出来，在边坡，我的小弟搁落到下底，伫咧迄个拢行无路啊，已经家己也小可受伤啊。伫遐，我的小弟袂当行，司机甲我怎将我的小弟甲搀扶爬坡上去了，无想到上帝准备在足水的新娘车。哇！迄个豪华的礼车，真做款的礼车啊！伫遐，互我安尼坐落去，甲我的小弟，去到基山咧，先去病院高高咧，才会带新娘。我的小弟住病院，剩我一个啊。这故事大家拢知影，原来是嘛？这里要经历了重大迄个苦难的时，要经历了上帝听到今仔日，这实在是真正上帝伫我的身上行奇妙的事啊！所以我每5年结婚啦，每5年我拢做感恩礼拜，每5年做感恩，对15年、20、25、30、35、40、45、50，拢爱做感恩礼拜。真侪人，100个、100外个人，牧师爱招待因，请伊。讲牧师今仔过来讲我结婚的故事，经历要今仔日，这拢是上帝恩典所爱常常爱感谢，爱晓记得上帝听上帝扶持甲伊支持。一个人心中若有感谢，伊的生命无共款。咱像2020，意大利有一个确诊一个老大人90多岁，等于确诊到伫病院时，伫遐什么插管，还是讲爱靠迄个呼吸器哦，伫遐。有一日咯，病院就将迄个医疗费用摕来去看，讲阿伯啊，你著开遮尔济钱安尼，一看就哪喊出来啦，啊！直直好，病院讲，哎呀，这阿伯也是那无钱的款的。我讲阿伯啊，你是毋是无钱，还是经济有困难？毋是啦，我90多年久，毋捌感谢上帝俩，所以喘气拢真自然，吸气拢免钱的，拢毋晓感谢。到即马吸气，哎呦，1点钟爱偌济钱，一日爱开偌济钱呢？到即马知影，就是我过日拢毋捌感谢上帝。即马我真正感谢你，姊妹，你有感谢上帝无？你今仔日人真自然来到你上帝面前，毋免人杀，毋免人安尼甲你迄落。你今仔搁喘气，搁爱唱，搁学了主感谢主，你捌为着安尼来感谢无？可能拢毋捌会款。敢若想上帝啊，好看到别人住喺豪宅，好住喺电视机的，好财产遐济，好安尼遐然后驶迄款的车哦，心内讲好，较袂像的，较袂像的。你无因为讲上帝啊，我喘气免钱，到今仔日会通敬拜上帝，来感谢上帝无？弟兄姊妹，
爱感谢上帝，好无啊？爱感谢基督徒，爱亲和大笔啊！到这个时，伊一个诗篇拢总150篇，一半以上拢伊写的。伊要学了，要感谢，要替人祈祷，讲祝福，伊嘛认罪，种种这的诗篇拢伫内面。哪读哪体会上帝听，所以咱做基督徒，毋是干那听啦听，听太济啊啦！真正，导引教会会友恁真正听太济上帝话啊！干那听都毋去行。所以第一代兴，第二代成，第三代步步无用，第四代牧师你请我无用，第五代行踪不明。常常互咱伫心内咧想这个信仰，信仰。所以咱一定爱伫主的面前，搁出来，主啊，是你竞选我，毋是我竞选，是主的听伫你的中间要竞选你。所以代表伊会通成做一个信仰的伟人。蛮将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虽然伊有失败，伊有软弱，总是嘛倚靠上帝，建造伫这个信仰，到最后咧，耶稣的祖先呐，对遐出来，对啊，姊妹，感谢上帝恩典，甲咱伫地。我想，今日乐报这个机会到你遮，彼此互相分享，彼此互相鼓励。毋茫咱独行教会所行的路，这个上帝的欢喜甲祝福，毋是咱家己来难听，咱两相牵手来，咱来到上帝面前来学了，来感谢上帝。你看保罗先生伫这腓立比书第4章所写的，伊的人生嘛有经过艰苦的时，伊嘛有经过丧丧的时，嘛有经过富足的时，这的人生就是咧操练伊啊！哪操练？今仔伊过去是一个罗马的公民，过去加马兰的学生，过去有真济这个伟大的信仰，遵守摩西五经律法主义者，这拢甲我讲，当时一个非常互人尊敬的。总是到最后讲，看万米做本色啊，咱无路用啊，独到你耶稣基督做第一了，耶稣基督就互咱有活命，耶稣基督互咱讲做新创造的人。咱伫主的面前，咱已经毋是个垂头丧气、低头族，咱是一个抬头挺胸、仰望主的人。所以每一日要凡事感恩，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这是咱基督徒的生命。所以咱的基督徒的生命，会通成做正人的祝福。伫台中，一个叫做光华高工进化路，即摆已经衰别类啊。进前学校呢门口有牌啊。写的我们学校的目标，第一点，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能力与生命意义；第二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看第一点、第二点，我心里足感动。他一定是基督徒，一定是基督徒。第三点，记得写因学校的教育是啥？搁伫咧教育大楼的墙壁下，凡事感恩，常常喜乐。了解吗？哇！唔知有咱中间有做过光华高工的老师无？爱受看到无？迄阵我特别去遐翕相起来。你看一个人的使命就是安尼啊。所以后来知影啊，迄个校的创办者、校长就是非常热心的基督徒，热心好，有使命、有使命。咧，咱敢若热心伫上帝面前好啊。若无使命咧，袂传福音，袂为主来活，袂成做见证。所以主的面前，咱就是爱挖出基督的旁边，讲凡事尽心尽力，结果交给上帝。那代表一定要讲你经历人生的苦难了。最后22节，讲伊啥？我的上帝啊，我要弹琴学了你，学了你的真实。以色列上帝啊，我要弹琴学了你。我唱歌学了你的时，我的嘴唇以及你所救赎我的灵魂，拢要欢喜出声。搁我的指规日要讲论你的义，因为遐个计谋害我的人，已经拢见效受沦落凌辱啦。代表到最后吟诗、唱歌。弹琴，迄人生。我昨有去一间叫做坛子福音中心啦，嘛请我去讲安尼。我了时，我就咧弹琴咧，你真伟大，主我神，
我北风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哇呢，哦，安那大哪唱的是哦，大家听甲欢喜快乐甲安尼。我福音就是做咱得到快乐，互咱得到力量，互咱得到有当时啊讲有人的掌声呐，听到快乐哦，啊不，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主的爱将与我们同在。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平安喜乐将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较大声好无？哈利路亚！哦，咱这个咱吼，你若哪无咱，伊就哪救去啊！迄个救真紧，我跟你讲，迄救真紧啊！啊，你要动好调啊，那种车动好调，哦，啊，了就要起步，啊，所以咱人生啊，常常爱学习，哦，讲啊大声无要紧，哦，老大人无声，以后你若讲哪细声，有时你就无声去啊啦，哦，啊，所以唱歌咱唱无要紧啊，快乐起来啊，哦。有人名所爱见，山那 mountain。来，这么来放一些迄个来，你是唯一的，啊，你是唯一，世界有你更美好，没有人能像你。神的眼中你是宝贝，在这世界你就是唯一。哦，你是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哦，你是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就能变得哈，让这位请哦，啊，来，好不好？世界有你会更美好，没有人能像你。神的眼中你是宝贝，在这世界你就是唯一。哦，你是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哦，你是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世界有你会更美好，没有人能像你。神的眼中你是宝贝，在这世界你就是唯一。哦，你是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哦，你是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世界感谢主，哇，咱哪唱哪拍无啊？哦，即嘛即种的神经嘛爱甲拍呢，哦，爱运动呢，知影？哦，啊，咱的声，咱的生命就在舞动啊，所以我常常将讲台变做舞台，啊，舞台做讲台啊。哎呀，那世界一直都变了，如千年，拢是在改变啦，拢在改变。所以这个改变，哇，咱这老大人有当时也嘛爱学习对囡仔学习啊。哦，咱们讲，哦，我老大人，我就是安尼一板一眼，我跟你讲，就排在旁边啦。你要跟人家在一起，让这个成为社会的主轴啊！我已经去200-300，啊，我无共款的教室，我300间啊。哦，不论台北的大间的、台中大间的、高雄、台南大间，我都去了。看到我们长老教会的现象，啊，不挖起来哈，真正我们要被排除在旁边啦。所以咱那个起来，伫主的面前，那种长照2.0，我嘛去咧参加，我嘛去咧上课啊。我老师啊，教你安怎你就安怎，教你安怎你怎教你拍无啊，拍无啊，爱安尼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舞动起来，能够活化起来。哦，唔通讲哦，啊，我就过去咧做什么总经理，啊，我做什么部长，哦，啊个，人家这拢无路用啊。你还是要像小孩子，重新学习，啊，把那你以前所有都放下，啊，乖乖快乐低头啊，那像细囝同款，啊，活起来，笑起来，讲起来，叮当起来，哦，就是成为现在的教会所需要的，有没有？好，我啊讲到这哈。个过啊，互恁看哦，
哦，有无？我这个人有没？啊，试无啊？哦，有哦，啊，会试啊，好，OK。哦，来，哇，甲大家讲 say hello， 大家讲平安咯，平安，哦，来，哦，80岁，我这几年前的啦，几年前的资料，所以即摆你知影80外啦，80外啦。人生70，做伙讲，人生70才开始，80到处满满是，90算来无稀奇，100笑眯眯，加油哦，吃饱字。啊，年龄不重要，现在什么了？哦，今天最重要了，啊，有今仔上要紧啊，当做为来敬拜上帝上要紧啊，对不？你讲几岁放在旁边，啊，哇，人生也像鹰鸟，78元走袂也行袂先安尼，哦，这我退休感恩礼拜，哦，1000个人哈，哎，这个后面宾馆，哎呦，哎，讲迄家呢，哦，你看牧师讲。我将十字架放落去，其实还有这个十字架，我还有一个唐氏症的大女儿啊，对不？啊，感谢主啦，啊无我爆红，开始爆红，啊，迄暗进前日已经开始进入惠民教养院啦，所以逐项咱就拢上帝准备时间，准备较好势了啊，这迄个我 TV 啊哈，摕这个音箱去修理的啦哈，我叫他，我2019甲2020拄啊做咱总会退休传教士总会总会长，拄着李登辉总统过星期吼，我带总会会长嘛，伊献花啦，去唱歌祈祷安尼，退休传教士有一个华人金创奖哦，我安排我去唱歌伫台北，一个黄玉祥全盲的目睭拢无看见吼，做伴奏安尼，一个小提琴吼，这马街设立的150周年啊，的教会，淡水顶咧教会，遐有一个牧师娘啊，我的牧师娘甲一个少年查某囡仔做的，迄就是伊的姑婆啦，张聪明，就是马街的太太，叫张聪明，是我的牧师娘的姑婆，阿公的姐姐。姐姐信耶稣了，带弟弟来信耶稣，放弃家族的财产。后来我生我的丈人，甲食安尼吼，做这上帝恩典吼。阮去到伊个所在，1872年下晡3月初9下晡时3点多上了。哇，人生如没有黑云，如没有暴风雨，就没有美丽的彩虹。大家人生拢安尼，那么经过这苦难一切，都没有彩虹啊！你起初虽然微小，终究必胜发达。我要一世人用摇花来吟诗，我的是要用我的上帝来唱歌娱乐加尼门讲，咱的长老教会创设者作为被创造之物是何等的卑微，但若成为上帝儿女的器皿，将显出荣耀。凡事尽心尽力，结果交给上帝。天天跟随主，凡事有祝福。望主跟咱讲，耶稣爱你好我搁几分钟的时间来读一个资料，差不多6-7分钟就要结束这个恁较罕得听去的，总是这嘛是做我真要紧的资料。但是恁听的时候，爱注意听怎样注意听？唔是讲听声调，爱听内容这有合的，真要紧就是这看细文了加我熟型的。这个英文要掺落去，可能你若去查资料，伊看到人生一世，草木一寸，每一个人拢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个体。
一世人亲像做人客，按出世到死亡的人生路程，好亲像做人客同款，将规尾拢爱转去。毋通食无100岁烦恼几千年，烦恼13代子孙无米通煮，活得快乐是咱人生的目的。只爱活一天，就爱家己活得快快乐乐。人生短短数十年，毋来享受，要等何时呢？学较乐观的，凡事往好方面去想，老气人顺性命，乐痛先当火烧。毋通规工忧头甲面哀杂杂，生活美妙在努力，互每一天活得更较好，更较健康。咱一世人会打拼，热心苦战，目的要每一日过一快乐幸福。今日万贯家财，食三顿饭，千算万算，嘛困一顶床。咱的出世是双手空空，需要一场樱花梦。万行计较袂轻松，事事忍耐是高人。人生实在有影短，今日少年骑着马，一万年久，头毛喙手白。山中有千年树，世上难逢白世人。人生好比一出戏，戏若搬煞就好倒去。情悬夺离有啥路用？一旦无常万事空。古早人讲，人生70过来稀，现在讲人生70才开始，80到处满满是，90算来无好稀奇，100笑眯眯。咱身体就爱顾好养健康，较好千万富翁，赢过金玉满堂。50年前，人讲家有一老，犹如一宝。50年后的今天呢，有人讲家有一老，全家逃跑。人生自古，啥人袂破病？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巧会顾身体，戆会顾家伙。人生自古，啥人袂死？死是人生的结局。双脚合齐，财产别人的，就记哩咯。财产囝儿的，税金国家的，功劳老板的，官位一时的，享受暂时的，身体是你的，若是生命是上帝的。咱每一日拢是上帝所赏赐的好日子。最大的平安是福气，一日平安一日福。就了条福音真理，唔通随便放弃。喜乐是良药，微笑是富足。有智慧的人起床就祈祷、读圣经、抬头挺胸仰望主；愚妄的人起床就是垂头丧气、低头自滑手机。诗人讲：目睭的光明，互心欢喜；好消息为互润德，为人得骨。言有光是欣喜乐，好信息食骨滋润。箴言15章30节。所以微笑，会互人类共同的语言是爱的表现，是上帝互人最水的礼物。所以微笑会互人欢喜，也会加强咱的身体免疫力，是快乐、幸福、健康的开始。所以咱每日爱大笑3回。较好食人参膏咧，安尼，等下哦，一日爱笑几遍啊？3大笑来，咱来3大笑来笑一个，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唔通哈哈哈，哈，迄拢无效。大家只要直起来，挺胸，抬头挺胸起来，缩一个气，气缩落去，来，哈哈，来，气缩了哦，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剩日就要哈哈哈哈的啦，会健康啦，一定会健康啦，哦。所以呢，咱啊每日3大笑，较好食人参膏咧啦，哦。一日啊3摆笑，较好食补药。人讲喙笑目笑3分饱，唉声叹气，财运会无去啦。气在心底，笑回人礼啦，哦。所以保罗教示咱。圣经是啥？珍宝，基督是中宝，
所以咱就要常常喜乐，无停祈祷，为凡事感谢，着听，着读，着安尼行。所以今仔日咱伫主的面前吟诗而论主，这是上帝给咱的恩典。咱就爱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才通互咱的上帝看作美好。搁学了讲，好啊，搁尽忠的萝卜，你是少的已经尽忠，我要设立你来管理这通入你的主人的快乐。愿主帮咱啊，每一个独行教会兄弟姊妹，让人欢喜的心，在主的面前恳求守住咱气力，有力量，欢喜的心，喜乐的心，靠前的目标来行人生的道路，互上帝看中你是上帝所合心意的信徒，咱才能有这个独行教会，这个上帝恩典赐我甲咱同在，咱同心祈祷。天父感谢你，使我愿这正向的姊妹伫主的面前，搁一摆将上帝的话来互相分享，来开拓真理。愿这的话加入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会光，因为你的话一个开拓，让人发出光。感谢使我阮伫你的面前所领受一切，唔敢若知，唔敢若听，阮会行，才会通互上帝讲是好过真正的萝卜。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咱做来吟圣诗，新圣诗538首，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请咱起立来吟。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虽然你世界若存定伊，做上帝好事满心欢喜，求主应保卫生活真理，让我来保佑你的路，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让我来保佑你的路，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人生来顺路，心来安宁，天路的无去，咱的目前，天使也降落到我来。荣耀主耶稣，主的恩爱，让我保佑你的路，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让我保佑你的路，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专心来顺路，万事平安，心渴望救主好平安，人生来天堂满足爱，让你主耶稣满心爱，让我来保佑你的路，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让我来保佑你的路，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请坐，直接来奉献，对于这事建中这事来施献。
坐。这条来报告。为报告大圣，咱先来先开周报第3面。周报第3页，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遍，请兄弟来读2遍。因年老的时，犹原要结果子，因会结满，因会结满满，色青翠。诗篇92篇14节。因年老的时，犹原要结果子。因会结满满，色青翠。诗篇92篇14节。因年老的时，犹原要结果子。因会结满满，色青翠。诗篇92篇14节。本周的聚会表甲礼拜的事项表，请咱家己详细看。咱来看第4页第4面，本会消息。第一点，今仔日邀请林明龙牧师主领礼拜甲讲道，感谢伊的辛劳。下主日是文字事工的纪念主日，公报社派张德林牧师前来请安甲讲道，请兄弟为着文字事工来带祷甲奉献。第3点，礼拜也有爱餐，感谢志同长老的准备，餐后的整理，请这小组牧生小组来做迄个餐后的整理。第4点，下晡2点半，牧生长老的查囝宣会要伫2楼，咱这个礼拜堂有一个女高音独唱会，请咱兄弟会当来这个所在参加。第5点，咱搁来迄个拜六7月7日。下早时咱有迄个门徒福音协会，甲咱本会咱有合办一个东兴市场的街头布道团咱这内容咱家己会当详细看伫1楼有公报拿，目前报名人无介济咱若对福音有这个负担的咱会当来报名迄天要伫做这个东兴市咱来做迄个团导理的这个工作第6点，后礼拜开始，咱要举行国团祭，甲教会下半年度，顶半年度啦顶半年度的迄个账务检查咱国团祭请咱会当开始准备无一定是讲后礼拜一定爱提出来啦有可能较赶，因为咱6月底才结束，咱会当整理好势，慢2礼拜拢无要紧主要是甲整理好势了后。咱会当摕来办公厅，互检校人员来做检查第7点，7月7是拜二，咱的中会第3个教会开秋季的议会咱本会派由志同长老前往参加。第8点，咱7月5拜3的祈祷会咱开始即季开始有邀请小组来参加祈祷会用拜3暗8点的时间邀请请组长会当邀请咱各组的组员做伙来参加咱的祈祷鼓励祈祷鼓励兄弟做伙来祈祷。第9点8月20咱释教周年要举办洗礼甲圣餐请兄弟鼓励咱的主题若阵未洗礼的咱会当来洗礼若有要洗礼的，咱做丁科长老来做报名。第10点咱即季的圣港分担表已经入伫周报你若有无摕到的咱会当甲迄个干事来摕你若伫线顶的咱会当甲办公厅是甲咱各小组的组长摕迄个对电脑来传即个电子档11点行政干事6月27日拜二有补假
12点咱停车场7月开始续租吼，共款是8万块吼，咱即马目标要差1万外块吼，请咱大家会当为着这来奉献。咱来看团契甲小组的消息。今仔日有聚会的是青少年甲商人吼，青少年礼拜后有聚会，商人伫爱餐后原来有聚会。其他的我都无搁念吼，咱其他的咱会当家己看，有的是伫后礼拜吼，咱家己会当来详细看就好吼。主日学伫迄个7月初8甲初9，有要伫鱼池的产业健康中心要举办即个亲子夏令营。即摆已经报名拢报好啊啦吼，咱所在我拢已经定好吼。室外读经的部分请咱家己详细看，关怀协会咱嘛家己看吼。好，具体关怀的部分，咱等下甲做伙来带导吼。好，OK。好，迄个7夜，第7夜有顶礼拜的奉献伫遮报告做领收。好，以上报告吼，来咱伫带导进前，咱先来介绍今仔日其实毋是新朋友啦吼，是久无伫咱中间一老朋友啦吼，一老朋友。好，第一个是迄个怡峰怡君，咱个欢迎吼，真久无看吼，真久无看。迄个校长老的查囝吼，甲囝婿吼，元军的全家吼，好久不见吼，真的好久，真正真久毋捌看吼，欢迎恁吼，欢迎恁。好，魔术娘有来吗？魔术娘，伫啊，这小二啦吼，这小二嘛吼，魔术的小二。咱看到真健康吼，你看魔术讲80几岁吼，魔术娘应该话80外啦吼，咱看因心若喜乐吼，人就少年啦吼，你也看安尼，魔术80外岁吼，我有当时伫遮聚会吼，安尼一个聚会来吼，我甲60外岁尔，就感觉讲真忝，伊安尼徛伫遐讲40、50分吼，你甲看伊遐精神偌好吼，所以真正人爱喜乐啦吼，爱会晓娱乐吼，会晓感谢。好，咱介绍了，咱来祈祷吼。好来，咱做下头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今仔日对林牧师得到的信息，互阮一届过来思考。虽然阮人生短暂，虽然阮人生拄着真侪的困难，真侪的苦痛，总是阮知，对阮出世。对阮少年，对阮甲年老，主拢甲阮伫地。主教是阮叫阮学习，时常学到你，时常感谢你。阮知阮也会晓感谢，会晓学到，阮的心就喜乐。你的神就伫阮的内底，甲阮三甲学到上帝。主，阮感谢你。互阮得到这宝贝的家事，恳求主互阮会晓照安尼来行。主我嘛为着阮教会身体健安的兄弟来代祷。林通的小兄，伊的镜头有血栓，已经用高压氧伫治疗的中间。我嘛有侪人正要长老，有搁一届的确诊。主阮知，虽然这个肺炎，阮感觉已经敢若是过，总是还是真侪人有的人会搁得到这个感染。主阮知，这个过程拢是安尼，总是伫这个过程的中间，求主你甲阮伫地，互因的身躯，互因的病痛，互因的软弱，得到主你的扶持甲帮助。主我嘛为着阮的屏幕的代志，搁再一届你求讨，恳求主赏赐适合的牧者来到阮的中间，甲阮三甲敬拜，甲阮三甲传道理，甲阮三甲交陪。主我嘛为着阮的学生暑假
已经得要来求助帮赞互阮遮囡仔，除了读册以外，互因伫信仰的生活阮会搁较看重。主啊，阮知，阮做家长的若无看重主你的信仰，将这教示互遮的囝儿孙，主啊，阮的信仰真正会断站。嘛，互阮遮的少年的一辈，因会晓追求，除了学业以外，伫信仰的追求，伫身体的健康各方面拢会当有真好的进展。主啊，阮感谢你，阮将顶悬所有的事项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恳求主听阮的祈祷。阮的祈祷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咱因为疫情的关系最近我看大家咧请安拢徛伫原位啦咱今日听到牧师这种的鼓励咱行出来好无？咱行出来去四周围，甲大家做请安。好，来，咱起立，咱大家行平安礼。好，来，咱对头唱一遍。主会听诚心来听你，我用主会听诚心来听你。我看见你内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会听诚心来听你。好，咱来吟每遍的诗，圣诗397首。咱吟诗煞，请林牧师来祝祷。愿主所保护你，愿上帝眼光偏照你，也愿主必宽待你。愿主上帝常常看顾你，享受你平安。阿门。愿咱的主耶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之地，对这世界永世在无尽。阿门。请坐，咱要倒闭会。